必用这条长形的面棍，家己去找好势，咱就经5条，练着你的筋肉力。好来，赶紧对着 Terry 汉操师来运动，玻璃脚用、手用、身体用。哦，来脚徛来到差不多甲肩胛头同款看的所在。好，面棍帮我经过按，因为你经过按的时阵呢，基本上呢，你肩胛头一定咧出来啦。头一个动作，简单个嗨咧，去咧，嗨起哩，后边咧，嗨起哩，慢慢放落来。坐一工啊，办公室坐一工啊，也是讲咧，你伫厝诶坐一工啊，面棍啊摕起来小个嗨一下，腰安尼个嗨一下，胸坎个摕落开，胸坎也摕落开，真好真好，啊，速开吐开哦，唔好紧开哦，对，好来放轻松。安尼下一你有感觉身躯就开始烧起来。肩胛头开啊！是顶悬下面下一过来正平倒平咱差不多开一点半就可以，就用啊正平安尼下出去。口唔好变平口唔好变平，安尼，再来下落，正平倒平。下咧后壁，会慢慢教落。我那听到哔哔两声。这腰脊骨规拢开。正平倒平。我来感觉伫咧游乐场坐迄个咖啡杯同款。但是脚要倒好势脚倒好势脚倒好势。所以咱的脚是爱打好在的对。对，因为你咧扭面棍的时阵有无？你的腰的力呢会搁加强，搁甲架落。我来休困一下。好，后一个动作，正脚倒脚，位头前搭落开始要来固准啊，位顶悬咱咧扶出来起来。对，正脚倒脚搭出去，然后位正脚开始位头前搭落，屈落扭转来，换倒脚。屈落扭转来，手赶快经过好势经过好势脚打出去，慢慢收转来，哪来哪大步，哪来哪大步，打出去收转来，肩胛头嘛用着力，过来你脚腿嘛用着力，身躯开始烧烧啊，好来休困一下，先休困一下。